今天是2012年5月30日，是个平常的日子，但今天对我来说是个忙碌的日子，因为我今天一共接待了3波人。上午，我接到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刑事裁定书，也叫2审判决书或终审判决书，这是它的原文。2012年呼刑中字第72号，结果呢，仍然是以非法经营罪对我判3缓5，维持了原判。这也是我料到的结果。下午又接待了2波人，第一波人是呼市赛汉区法院的人，给我送来了2个书面的文件。第一是关于解除对我监视居住的决定书，第2个是人民法院的告知书。因为我在2012年4月24日晚上从看守所出来后，随即呢对我进行了监视居住，24小时全天候的监控，被锁在派出所执行这个监控，所以今天来解除这个监视居住。第2，这个告知书呢，也就是说让我在缓刑期间应该遵守的规定，一共有5条，其中1条还专门谈到禁止我在5年之内从事书刊音像制品的经营活动，不许进入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。这是第1波人。法院的走了之后，又来了1波人，就是所在派出所的人，又给我拿出个东西宣布，也就是一方面说监视居住，另一方面说让我在缓刑期间所要规定的遵守的一些规定，实际上是量化了法院的一些告知书。法院上午来人都给我留了文字材料，但是派出所只是宣布，他没有留下文字材料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要他们不给他说回头给我。我只记得其中有这么1条，说不得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，今后来人会客要打招呼等等。总而言之，从今天起我就成了罪犯，我也失去了自由。上述这波人送的东西，包括告知书也罢，派出所的宣告也罢，实际上就在剥夺我的自由。从2010年12月3日被抓捕到今天，折腾了将近18个月，到2012年6月3日是正式18个月，还差几天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550天左右这种失去自由的日子里，这段时间官方对我进行了反复刁难，不断的给我施压。因为我没有拒绝了官方的无理要求，坚持自己的理念，坚持自己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，最终官方还是对我判了刑。对这个判决我是不服的，今后我还要依法进行申诉。其实对我的判决以及抓捕一直判决，都是因为受到丈夫哈达的案子的牵连所致。我丈夫哈达因民族问题于1995年12月10日被抓捕，后来被重判15年。2010年12月10日是他应该刑满释放的日子，也就是说他坐够了15年，该出来了。本来12月10日是他刑满释放的日子，可是在他刑满释放的前1周，官方非但没有放他，又把我和我儿子威勒斯也抓了起来，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的罪名
抓进看守所。为什么呢？